第114篇，述主領以色列民出埃及之大能。以色列出了埃及，雅各家離開說異言之民。那時猶大為主的聖所，以色列為他所治理的國度。滄海看見就奔逃，約旦河也倒流，大山踴躍如公羊，小山跳舞如羊羔。滄海啊，你為何奔逃？約旦啊，你為何倒流？大山啊，你為何踴躍如公羊？小山啊，你為何跳舞如羊羔？大地啊，你因見主的面，就是雅各上帝的面，便要震動。他叫磐石變為水池，叫堅石變為泉源。